应手，告诉你我能否拥有。如果我想要回到那小时候，让你别放弃，因为枯燥的流行。我想告诉自己别害怕走过去的路，故事还没开始就被蒙上无解的路。我想围绕大象告诉我，正确的最近不是只有9年才能让你感到刺激。暂停一次要带一些人体记录体检，再多打一些电话怕被撞到他们医院。我想告诉自己别再被累了，从来都没爱过你就别再狼狈了。我想告诉你接受那些黑暗不是你的错，要反抗的他看准的就是你的弱。我想很多人说，如果没有如果，是否未来的自己也在和我现在如我？经历的所有选择，平淡我心中的如果没有如果，我愿成为你唯一的主播。放手或交割，你会如何选择？